有声的阅读，无限的感动。詹杜古仁波切，听书世界。宁静始于，即使身边的每个人都是噩梦。我敢肯定，你的生命中一定有着如噩梦般令你头痛的丈夫、妻子、孩子、伴侣或朋友。事实上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噩梦。我相信你们当中有许多人，有时会想要闭关一阵子，远离任何人，以让自己可以获得独处的时间。有些人甚至想将自己噩梦般的朋友或伴侣送去闭关。让我们来天马行空地幻想一下吧，开始想象一个让我们极度困扰的人。假设我们给他们忠告，并自创一个故事，让他们相信，只要参与3年3个月又3天的闭关，就能让他们证悟。如果他们不信佛或证悟，那也无所谓，就换个说法告诉他们说，闭关能带给他们好运和巨大的财富。然后我们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喜马拉雅山，找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开始挖掘一个山洞。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室内的厕所，安装窗帘及暖气，以确保水电不缺。再将电线从加德满都拉到喜马拉雅山，装上一个发电机，确保窝在那儿是温暖舒适的。我们甚至还可以为他们装上一架闭路电视，让他们可以见到我们正在家里做些什么。然后我们将山洞从外头锁上，就像西藏式的闭关那样。喜马拉雅山上是没有锁匠的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这把钥匙的人。我们把一切准备得妥妥当当。请开始观想，直升机的升降场就在楼上，我们全都已经准备就绪，与即将被送去闭关的人一起登上了机舱，马上就要起飞了。此次的飞行时间是16个小时，我们都心甘情愿，为了佛法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忍受。我们在珠穆朗玛峰上降落，跨出了直升机，然后向他们展示在喜马拉雅山上的新住所。我们开心得几乎晕厥，并迫不及待地将他们带入山洞，转身将门锁上，接着快步冲向直升机，飞回吉隆坡。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，这些妖怪伴侣和朋友现在都在闭关中了。我们再也不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不需要再听到他们的抱怨和吼叫，不需要忍受他们的情绪障碍、他们的怪癖、他们的爱恶或他们的执着。我们回到了家中，可以自由自在地享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，再也没有唠叨、争吵、奇怪的对话或想法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只有我们自己。这是不是很理想呢？你想想看，哪一项才是较为简单可行的呢？是创造出上述的情景，还是转化自己，以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自己周遭的一切？这些人对我们造成困扰，的确是事实，但改变自己岂不是更简单吗？这个人在某方面造成我们的困扰，但将来必然还会有其他人，也许会以同样的问题，甚至是其他问题困扰我们。困扰我们的事，通常就只是那几件，可能是某件事或另外一件事，又或许是这些事情的综合，还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显现。因此，先转化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当我们开始修行时，我们应该主动积极寻找麻烦的人，这些人将会是让我们转化的最佳途径。他们让我们学会如何将负面的情绪或思维转化成正面积极的想法，从而可以更好地面对困境，甚至利惠他人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最想见一见那些不喜欢既定宗教的人。
我喜欢那些自称不需要禅修、懒惰及贪婪的人。我想见一见所有的吸毒者、妓女、变性人，以及那些过着另类生活的人。我还想见一见所有被社会标示着怪异和另类标签的人，这些人占了社会的大部分。我并不想就只是与所谓神圣和高尚的人见面和谈话。那些我想接触的人，其实就是像你和我一样的人。那是一些通常既对灵修没兴趣，也不会投入其中的人。那些懒惰，也很多怪想法，宁可什么都不做或总是杂事缠身的人。这些人占据了整个地球的大部分。即使是已经投入某些宗教的人，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在实践他们在宗教上所学到的教义呢？真正实践的人其实并不多。许多宗教专为好人而开放，因为这毕竟比较容易。要对一个对你好的人好是比较容易的，他们对你好，你也对他们这样好。这不是宗教，也不是灵修，这不是天主教或耶稣，也不是佛陀或上帝。对那些对你好的人好很容易，然而对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好却非常困难。宗教与修行就是要对那些对你不好的人好，这才是我们将佛法带给他人的方法。